約翰福音第9章。耶穌在路上看到一個出世超麻木嘅人，嘅學生問佢講：先生，你個人出世超麻木，係乜人嘅嘴造成嘅？係佢自家嘅嘴，也係假也愛嘅嘴呢？耶穌應講：佢嘅麻木老自家也係也愛嘅嘴，隆重無關係。係愛在家身上彰顯上帝嘅作為。呢時頭，我哋應當愛做嘅採藝類嘅工作，暗不是一到就無人能工作。我在世間嘅事，就係世間嘅講。講了嘅話以後，耶穌披後欄在地上，用後欄攪奶，個麻木嘅木主老佢講：你去西羅亞嘅水池洗。西羅亞嘅意思係風采派，佢出去洗，多咗嚟嘅事已經看得到咧。佢嘅連沙留幾條常常看到佢塗色嘅人講：呢個人唔係平常坐喺呢位塗色嘅嘛？有條講，就係佢，也有條講，唔係佢，老佢上槍天天。嘅人自家講，係我。佢條問佢講。也木主樣板看得到呢？佢應講，有一個名按到耶穌嘅，用南來講愛嘅木主，老愛講，你去西羅亞嘅水池洗，愛就去一洗就看得到。佢條問講，竟然在哪位？佢應講，愛唔知。佢條帶嘅頭擺麻木嘅人去見法利賽人。耶穌教乃以後嘅木主，今日係安息日，法利賽人要查問嘅人係樣板看得到嘅，佢老佢條講，佢用南來講愛嘅木主，愛一洗就看得到。有條法利賽人講，做呢個事嘅人，冇可能係對上帝計劃來嘅，因為佢冇遵守安息日嘅規定。另外有條人講，有罪嘅人用為行安樣嘅神蹟呢？佢條中間就發生紛爭，所以佢條法利賽人要問麻木嘅人講：既然佢以後也木主，你講佢係樣板嘅人？佢應講，佢係一個先知。佢條猶太人嘅領袖唔肯信佢頭擺係麻木嘅，底下已經看得到，等到將佢嘅也愛尋來，佢條就問講：你係亞拉嘅麼？你哋唔係講佢一出世就麻木嗎？按樣你下樣會看得到呢？佢嘅也愛應講，佢係愛哋嘅拉嘅，愛哋也知佢一出世就麻木。佢倆下樣板看得到，係萬年以後也冇做，愛哋就唔知。佢已經大咧，你哋去問佢自家會講。佢嘅也愛按樣講，係因為講猶太人嘅領袖，當時猶太人嘅領袖已經講好，假使有人承認耶穌係基督，就愛將佢逐出會堂，所以佢嘅也愛應講，佢已經大咧，你哋去問佢。佢哋再一擺將嘅出世就麻木嘅人喊來，對佢講：在上帝嘅面前，你一定愛講實話，我哋知嘅證人係一個罪人。佢應講，佢係唔係罪人，我唔知，總係我第一項事，我本來係麻木嘅，你下看得到。佢哋問講，佢對你做乜嘅？佢樣板以後也木主。佢應講，我老二都講過，二都唔愛談，做乜嘅你下要愛談呢？咁講二都也想愛做假學生係麼？佢哋就罵佢講，你真係幾正人嘅學生，我哋係無事嘅學生，我哋啲上帝說到無事講過話，仲係幾正人，我哋根本唔知佢係對哪位來嘅。佢應講，你也出奇怪咧，佢是可愛嘅木主，總係唔到唔知佢係對哪位來嘅，我哋啲上帝唔愛談罪人嘅祈求。佢只有談嘅敬拜佢，便是談佢旨意嘅人，
創造世界以來，出世就無目嘅，盲識通過如人以後假目主，兩個人那唔係對上帝來嘅，而乜嘅都無法度做。佢哋接批佢講：你倆出世在罪惡中嘅東西，樣板敢教訓我哋。佢哋就將佢腳出會堂。耶穌聽講佢哋將佢腳出會堂嘅事，就尋到佢，問佢講：你信人子麼？佢應講：先生，請老愛講乜人係人子，我就信佢。耶穌老佢講：你已經看到佢，掠下讓你講話嘅就係佢。佢講：主啊，我信。就拜耶穌。耶穌講：我來世間嘅目的係愛審判，本盲目嘅看得到嘅反轉變做盲目。在佢身邊有條法利賽人聽到呢個話，就問佢講：咁講你將我哋也看作盲目嘅希望。耶穌應講：你哋那係盲目嘅，你哋就無罪。掠下你哋講，我哋看得到，按樣，你哋還係在罪中。